American New China的工作呢是比两地技术及措切托等，咱们这个个物质最年主呢是白当对呢，伊拉现在 Abraham Rasiki，年度9个类等期春季国际周末的减少用之体内，另外进步每半系列文字进度。现在 Rasiki 啊，阿里那个阶段错别他们年纪，阿拉当伊人巴拉等期周末3分钟没容易你的当预见级，但你接触及措切托的，可能是拜登当土地中的了，你不刚样没办法一起运动。现在 Rasiki CBS 看了，电话你多久几个人，现在就把传出去个了，阿拉的等期周末呢7点几半的代办了。听后来从呢，拜登这种3比5了，你当地人这都用于热外教育及运动。So I think what the Iranian side 随着一直把些给阿联这种干的使用那样，对听后来使用了周末间呢7天没解决，开了介绍卡布这一阶段，伊人从呢，这些等期周末的就人不内头把使用的呢。阿里现在所讲的是当7岁周末没接上机器人，对伊人来说呢，肯定情绪的理解运动。阿们的这个人家听说就从没讲科比就呢，阿拉当伊人你周末用着的，大多对最有人不够个人。伊那样等期周末的结束前呢，偏多全部用个一起运动。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committed to getting back into the JCPOA. 伊人大姐的等期周末解决天呢，阿们的创呢被最解决这种后面周末的呢7天满经过了，周末的女版团被起来一起解决。这里看上伊人创呢讲，你到9月6日周末当谈年色的解决把一起运动。伊那阿美国总统那个今天做比他们吹，拜登这种个等期周末的减少用他接办了我国进度，听把这个伊人创呢，哈萨那大个周末的哪里带去买的接单。They're making some pretty unreasonable, unrealistic demands. 可是路他们特别大，他那对我内大他们特别6万个起对白人，伊人创呢，你到9月6周末那个本就去开上730对800人，接触起伊人来日系这边来日的这样，参照就对6万多个人起就多。这些等期周末结束期间，阿里创呢，年轻培养单位呢。听后来创呢，跟着节目听俺来录制预计，今天做比他们Michael Marco 的就多。What I worry about is if we are going to lift these sanctions. 你录制介绍之后呢，这些俺最伊人来对于年轻的当7天节本以呢，伊人能给阿个东区忙不些，叙利亚当伊拉、但是黎巴嫩当也门能给，几个邻国就让我查几年开有这些运动。With the Houthi rebels. 第二代2倍技术去措切托的法西车系本部卡斯林的，等期周末的减少用具之外的，伊人节当地机构并不可及把买些，伊人来存呢，周末减少累计，他们也不愿买这一年的当度，过去几年出破就当年度收开始了网民。